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王宏维接到恐吓电话，警方昨暗抓到人了。电话是一个高雄65岁查甫人开。顶个月宜兰一间饲鸭场验到咱国内头一个 H5N5 禽流感的病毒，高雄佮台南嘛传出疫情，农委会表示会严格监控。今年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乌克兰对抗强权的精神嘛受到肯定。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王宏维接到恐吓的电话，警方伫昨暗一定抓到嫌犯咯，是一个伫高雄65岁生出来的查甫人。伊表示讲是因为不满王宏维最近的言论，才敲电话恐吓，警方嘛甲伊移送法办咯。王宏维是真感谢警方这么紧就破案，嘛希望讲这届的选举唔通造成社会对立。民进党的吴怡农今仔早起是办头一场的政见会，伊主张讲甲松山机场塑造改造公园。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就伫要到啊！国民党王宏维初六接到恐吓的电话，去用警告，唔通搁再讲黑社会的代志，若无就会开枪。王宏维第一时间赶紧报案。警方伫24点钟内抓到这个嫌犯，也就是生出来的查甫人，专案宣告结束。初步调查，蔡显是因为有他不满王华辉议员日前发表的谈话内容，所以心生恐吓的含义。全案讯后依恐吓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对于这个恐吓事件，因为我是很认真对待，我不会把它去指涉任何人。希望整个的社会。所有的人民都是希望一个安宁的生活，不需要，也不希望，也不能纵容这样的威胁跟恐吓。王宏维透早去中山区路口拜票，感谢警方真紧就破案。王宏维嘛讲，袂阁回应遐个无意义的政治操作，希望这届选举莫造成社会对立，甲出现暴力威胁的行为。也那民进党吴怡农几届话讲，要拍一场清气的选战。伊初八举行头一场正式的发表会，发出松山机场要摕来起公园。预估2030年桃园机场的第3跑道就会准备好，所以我主张现在就规划好，一旦桃园机场的第3跑道上线了，我们就把松山机场迁移。在2024年的总统立委大选之前，我们下定这个政策的定案。吴怡农强调讲，松山机场是影响选区发展上大的障碍，嘛是为市长参选人到基层的里长拢关心的议题，嘛呼吁竞争对手提出相关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嘛，发现有诈骗集团假做要应征员工，结果甲被害人关伫桃园的汽车旅馆哦，拄好去拄到警方的临检，现场查到毒品，嘛救出3个被害人。如果发生假救济、互人虐待家禽的案件，警方初六暗时执勤扫动，到桃园万寿路一间汽车旅馆的时阵，发现房间内有K他命的臭味，就入去临检。来，我闻到味啊！我闻到味道了。东西呢？警方清查在场人员的身份，发现2个被害人和花莲乌道的人口诈骗集团，姓区加姓陈的，以假救济、真诈骗的方式。非法加进伫汽车旅馆，扩大清查其他房客了后，又搁找到其中一个被害人，也当场查扣相关的证物，成功救出3个被害人。警方当场共查获人头、银行账户存本一共11本，提款卡及信用卡共18张，领略工具手指虎1个，现金7900元。安非他命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调查发现，乌道组织人口犯罪集团为了办理人头小户，以拍字员、跋筊事业、高薪定在广告来诱拐被害人去指定的地点面试了后，再搁带去汽车旅馆加禁，也强迫被害人去金融机构开户持续控制行动。这个期间，除扣留被害人的手机、提款卡以外，并要求被害人不许擅离，甚至以徒手殴打被害人，使被害人心生畏惧，不肯逃跑。专案依照诈欺、妨害自由加毒品危害条例，将姓区的嫌犯加姓陈的2个人移送同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诈骗集团实在是真长手，嘛利用落跑移工做车手。中华警方查到讲有诈骗集团去收落跑移工，利用因伫国外银行口座来洗钱。警方是趁移工摕外送的时抓人。警方找来消防人员破门，诈骗集团的成员匿伫咧便所，看到警方一大阵要来抓人，只会当乖乖就范。其中一位也阁是外籍的移工。
苦了，弄辛苦了，不要，蹲下来，出来，蹲下，蹲下去，蹲下去，都蹲下去，都蹲下去，手不要乱动。中华警方日前调查一件假影银行册店网络客户诈骗案，发现以单身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为着闪避警方的追查，吸收逃脱的外籍移工做车手制作断点。集团成员会再送移工到 ATM 领钱，同时也伫咧边仔就近监视，而且佫利用移工国外的口罩作为洗钱的管道。关键5号是发现车手伫咧客户某一栋大楼出面领外送的餐点，确定集团就藏伫咧楼顶的套房，马上冲入去抓人。那以陈姓男子为首的，这个男子招揽这个外籍移工来充当车手那以这个 ATM 来提领诈骗的款项以逃避这个警方的查缉来制造断点警方查出已经有2件受害诈骗的案件，金额是15万块。现场是查到几个手机、提款卡、电脑，还有空气手枪，将单身嫌犯等5人以诈欺洗钱防制法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中华报道。再来看台南客家发生的88枪的凶案，搁还未抓到凶手。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这件枪案牵涉到乌金甲光电的利益，嘛强调讲，去年到今年的10月，咱国内就发生超过170件的枪案除了乌枪的问题，警方用枪司机的手法进度安怎，外界嘛真关心。当来到枪案现场，警方临检都惊台北西门町治安又搁突袭，因为今年10月，帮派在因为利益纠纷引起满家枪击案，造成1死4伤，互各界正注意。即马台南又搁发生88枪重大凶案，我要1个月还未破案。国民党立委就批评客家枪击案的发生，都是牵涉到乌道甲公电利益。现在的执政党容许这种黑金购置，都是奠定了今天台湾黑枪泛滥。你现在如果想要买枪，你只要在手机拿出来，网络上面 Google， 真的是要买就有地方买，要学就有地方教。毋但乌道问题爱解决，国内枪击案一直发生。去年到今年10月，已经发生超过170件枪击案。那赢这个台湾枪这么多，看警方查缉乌枪，为108年开始逐年减少。立委怀疑到底是乌枪变少，还是查缉不力？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修法是刑度有增加，也是有吓阻的效果。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我们举例的这个件数是有下降的趋势。面对乌枪伤济，尤其警匪对战的时阵，警方执勤安全是袂使等的。不过关键是不是应该开枪，较早嘛是真麻烦的问题。不过自今年9月，警械使用条例修法通过了后，刑事局要提出草案，研究成立警械使用调查小组，为各领域选出专家学者，分别有法律、心理、警政者的背景，拢总是13至17个人，由内政部长核定，团队会制作调查报告，予司法机关会当参考。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使用警械的案件，往往在接受这个司法侦审的时候，有所谓这个事后诸葛这样的一个现象，能够有一个成立一个公正、客观、专业的调查机制，才能够让我们同仁在现场执勤发生的情况能够重现。相关草案已经送内政部审议，在正式实施了后，只要原警使用枪械造成死亡重伤这个案件引起争议，这个小组就会对使用时机、过程是不是合理合法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的疫情记者会咱国内今仔增加15227个本土病例，有37个人死亡，149个中重症。罗义军今仔因为确诊无出席记者会。另外，12月初开始嘛要取消病院探病爱有快筛阴性证明的规定咯。因为户外唔免挂嘴暗嘛已经放了1礼拜，年底未搁另外搁做规定。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好，我们在昨天新确认的本土的病例有15227位，境外移入的病例在昨天有56位，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特殊死亡个案，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那有接种4剂的疫苗，那本身也有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等病史，而且有定期洗肾，虽然在11月21号解除隔离，但是还是不幸在12月5号过世。好，首先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罗副他因为早上就确诊了，那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记者会我们原定就是12月10号起，这个医院探病的这个相关规定要这个有条件的这个开放，那这个时间是不变的。但是在探病者的条件部分，我们原先是说要出示当日的这个快筛，那现在我们的新的这个规定是只有以下几种是要的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个 COVID-19 相关症状，第二个就是你在自主防疫期间或者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那么还是如果你要去探病，还是要做快筛，那这个是会在这个礼拜6开始实施。顶个月伫宜兰的市亚场有过来头一届验到 H5N1 禽流感的病毒。农委会是表示讲，高雄佮台南即嘛传出疫情，农委会已经针对附近3公里内的养殖场来进行全面的检验。也毋过农委会是强调讲，目前这3案应该拢是单独感染，毋是疫情扩散造成的。也毋过今年全球 H5N1 禽流感的疫情是真严重农委会嘛表示讲会特别注意。消毒车出动，进入关田即搭肉鸭场，全面喷消毒水，场内鸭嘛全面扑杀。1号动保处接到即场通报，有无正常的鸭死亡，确认感染 H5N1，扑杀15000外只的肉鸭。目前半径3公里之内21场养禽场，扣除7场是空的，其他是全面采检。因为人员你要采样，一定就会进到场内，场内看起来如果是正常的，一般就没有问题了。高雄路德的肉鸭场嘛检出 H5N1 高病原病毒，扑杀2000外只。目前案例场3公里之内有20场采检。农业局呼吁农民主动通报无正常、无扑杀是无补偿。你主动通报去配合采样，这个部分拢有合理的补偿。宜兰种鸭场检出 H5N1 2礼拜了后，高雄、台南分别出现1场，农委会研判拢是属于杜鹃传播的独立感染事件，但承认国内要全力来防堵，因为一旦鸡仔感染，恐惊重伤产业，即卖是连进口鸡卵拢有困难。每一个国家的蛋品都缺乏了，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从别的国家进口。除了鸡蛋以外，当然我们的鸡肉也是一样，都是一定要在这个冬天要能够安全的度过。农委会指出，美国因为禽流感欠卵，造成卵价称到1粒9块，比台湾较贵。英国嘛因为欠卵采取限量来买。这个冬天，国内的农民绝对要提悬防疫的等级，做好生物防治。这波疫情会当讲是国内鸡卵甲鸡肉的保卫战。记者林俊美、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看内政部长徐国勇是以健康的因素提出辞职，昨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已经准了，由处长华敬群来代理。华敬群是讲徐国勇初8会出院，因会找时间来交接务。徐国勇昨有发一份声明，感谢各界的协助甲关心，也毋过内容拢无讲到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引起外界讨论。他在这几天里面，一共注射了8剂的类固醇。8剂的抗生素。内政部长徐国勇以健康因素请辞核准，由华建群代理部长的职务。华建群讲，徐国勇一定初8会出院，会找时间甲伊请到政务交接。毋过徐国勇初7的感谢声明中，敢若提起到总统蔡英文，并无提起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引起外界注意。之间不是那么的和谐，早在之前跟警政署有关的很多事项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漏掉了还是刻意的不去提到？我想这可能要问徐国勇本身才可以知道。最近另外一项受关心的，年底前敢会公布兵役是毋是延长？华建群是讲，内政部会先做入营前定级的前置作业，毋过公布的时间也甲影响的年次一栏，也搁伫咧最后确认。要立委关心一栏体位标准，根据111年度符合做兵年纪的兵役调查，到6月已经体检一栏有75950人。免疫体位有17844人，等于是每4个人都有1个人唔免做兵。这个代志是民国182年啦，那时候因为要政策的方向是要全募兵制，那个时候就把征兵的这个部分的 PMI 的体位等等做了比较大的放宽。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内政部已经主动提出调整的方案，也正在跟国防部在讨论当中了。华建群表示，
越南体委标准已经伫个调整讨论，时机适合就会做修改，修过了后都毋是即种的。基本上，甲国防部有共识，听书行完就会当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对日本真友好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来台湾访问，伊捌讲过台湾甲日本是兄弟，嘛支持日本协助防卫台湾对抗中国。伊甚至认为讲日本有可能会侵略台湾。另外，美国、英国甲澳洲3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伫美国的华盛顿开会，美国是表示讲会来增加对澳洲的军事支援，外界嘛认为讲这应该是为着要应付中国的軍事威脅。そして民主主義の世界中の国をしっかりとコミットして台湾を孤立化させないこと、それ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几啊届伫国际场合讲到台日关系是一家伙仔，立场是真友台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即马疫情等候总算来台湾访问啊，而且嘛出版伊的新册。伊认为讲面对中国的侵略，民主国家拢应该爱防卫台湾。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也若日本未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嘛是有可能的。台湾をしっかりと民主主義の仲間、国家としてしっかりと認めていける、そういった時代が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ます。そ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日本最近几啊届关注台海和平，美国嘛传出会伫国会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军事援助台湾100亿的美金，可能间接认定2027年进前是中国拍台湾的高危险期。美国有盟友对抗中国。美国、英国甲澳洲3国的国防部长切切举行会议，讨论安怎加强安全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会大幅度增加伫咧澳大利亚的军事支援，去用看作是对抗中国的重要指标。Over the past 15 months, we've made great progress toward identifying a pathway for Australia to acquire conventionally armed an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oday, on behalf of President Biden, I want to reaffirm the U.S.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at Australia acquires this capability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美国副国务卿索曼嘛甲意大利外交的高阶官员伫罗马见面，双方伫会中表达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嘛强调讲伫罗西亚粗残攻击乌克兰百姓甲建设的时阵，会共同支持乌克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昨是举行安基期的典礼。美国总统拜登甲科技界的重要人士拢出席了。这段时间，台积电嘛包专机，甲上千个员工甲家属送去美国的凤凰城。昨有台积电的工程师是表示讲，公司是有真侪人争取要去美国。有专家认为讲，咱台湾培养的工程师，毋但优秀，更有经验哦，嘛是内炒有动头，甲美国员工来比，应该配合度较悬。台积电进军美国亚利桑那设厂以来，公司就小以专机来载送上千名工程师甲家属到当地。伫仪器台顶上头一批赴美的台籍员工也真受到关注。因讲来美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是袂少内部员工拢想要争取的。增强的一定是有的，当然我们就会还是会有一些内部条件要做一些筛选。我们有我们的外派的津贴，那当然也会有房车的一些 localized 的补贴。辛苦的地方应该就是会跟一些外国人沟通啊合作，那语言上可能是一开始的隔阂，可是这也是我们来这边想要学习的部分。外团台积电美国厂台籍甲美籍员工薪水福利无同，不过无得到正式。员工讲，公司除了外派津贴，得到生活支出也拢有补助。不过当地位处凤凰城北区，属亚洲的较少的所在，尤其家属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另外，台积电管理的家人也面临文化无同的挑战。要比较 open mind， 像可能在以往 TSMC 的习惯会是先请你做什么事情，之后再跟你解释为什么要做。对，那跟外国员工的话，我可能要先解释完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之后，他们才会继续，就是才会开始进行。服从遵守的以及团队合作方面，其实也都是台籍工程师的一个这个优势。也就是说，像长官交办的一个事情，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会比较付诸全力去这个执行。电力专家分析，台积工程师经验丰富，配合度国悬，是甲当地人才来比较一大优势。对着台积电到美国引发人才外流的疑虑，有学者建议，政府会在建立回流的机制，吸引外派人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关于搁倒来台湾协助半导体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伫美国市场当地红枫城的市长盖雷哥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台积电的半导体是世界第一咯，真欢迎因来投资。佮讲伫台积电食头路的薪水是比做市场较悬，有一款厝边真正是该赞。$40 billion means so much to Phoenix. 21,000 high-wage construction jobs, and then 4,500 excellent jobs that pay better than Phoenix mayor. So these jobs are a dream come true for our residents. TSMC's investment is inspiring our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go into technology careers. TSMC is often called the world's #1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we're just so glad to call them neighbors. 来看行政院伫2天前发表台湾企业甲人权国家行动计划，今仔有民间团体是开记者会批评讲，即个计划有做到的部分无到1成，呼吁行政院应该按定时间表，好好落实。NAP，Stop napping，Stop napping。2年前世界人权日的时阵，行政院发表台湾企业加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简称 NAP。2天后，民间团体检视 NAP 的执行状况，发现达成率敢若9%。2020年的企业人权行动计划，与其说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宣示，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政令宣导成分高的这个政府文件哦。民间团体表示，行政院承诺的11项未来推动措施内底，敢若1项的完成度有较悬，有7项完成度较低。譬如计划内底讲，为着解决台湾下国企业伫国际上的争议，要强化核挂管辖的制度。不过，大数企业的钢铁厂伫越南造成污染，当地居民2019年以来向台湾法院提告，各单也无法度实质审理。如果在当地无法寻求到司法救济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回到企业母国来寻求救济。但是我们并没有将这样的窗口确实的落实打开。民间团体认为，虽然政府这几档有提出几个人权公约的国家报告，但是有关有3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也未正做国内法，呼吁行政院应该要赶紧确定刷落来时程，确实落实计划内容。记者林书曾派文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于2022年的《时代》杂志选做年度的风云人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入侵的坚强意志，这款乌克兰的精神嘛受到肯定。泽伦斯基这2天嘛去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来视察，乌克兰是度过独立以来伫战争中的军人节。美国《时代》杂志评选2022年度风云人物，上尾第10个候选人内底也是这个团体，是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有乌克兰精神共同来得到特殊的光荣。Russia was supposed to take Kyiv within 3 days, according to U.S. intelligence. Many of his predecessors would have simply fled. But he chose not only to stay and defend, but to mobilize support around the entire world. 时代杂志讲，俄罗斯正从这个2月24开始展开侵略行动，到今已经有战争10个月，人民的日子是安尼过甲心惊胆吓，不三时都是红衫穿一半，性命过外线。加在有正严硬的基辅政府和总统泽伦斯基因亲身来镇守国家，并且伫个飞弹一直伏击的日子，煞咧伫个社军平台来发布影片，证明讲家己和大家牵做伙，也佫不三时和西方国家直接来找援助。伫个12月初6这天，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第一个伫个战火中度过的军人节。泽伦斯基伊无畏炮火去乌东巴赫姆特遮来去视察，搁来鼓舞军心，并且到哈尔科夫的病院来去探望受伤的士兵。Це шеврон нашого підрозділу. Код 9.2. Для нас буде честь, якщо ви колись його будете носитися. Що колись, слава Богу, зараз такий одяг. 来到遮，泽伦斯基伊示刷，佮甲这个手骨头的大钟，甲搭伫家己的手骨头顶悬，也佮和军人做伙来致翕。伫个《时代》杂志嘛有讲，泽伦斯基看起来是一个无政治甲军事经验的领导人，敢若亲像还未做好准备。不过，若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伊实际上是上界有能力、上界出调的人。
He's a gifted satirist and actor who has an inn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he recognized, in a way that many other leaders never would have, that Ukraine's preservation and its ultimate success in this war depended on remaining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public's mind. 另外，《时代》杂志还佫评选伊朗的女性是2022的年度英雄。南韩 K-pop 乐团体 BLACKPINK 是年度艺人。美国职棒大联盟洋基球星贾吉，伊是年度的运动员。华裔的演员杨紫琼是年度的煞星明星。阿的女星嘛是头一遍来得到这款的光荣。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南美国家秘鲁的总统卡斯蒂约上任才当外，也毋过一寡贪污的丑闻，而且甲国会关系嘛无好哦。伊想要改善国会避免弹劾，也毋过煞失败落台，嘛互掠去关咯。目前是由副总统来代理，伊嘛是秘鲁史上头一个查某的总统。东岛民众听到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去互罢免。伊的支持者真生气，去街路摕石头甲警察牵，警察用催泪瓦斯反制，现场气氛是真紧张。也那另外一派人马认为讲，会食钱的总统总算落台啊，嘛伫咧路顶庆祝。No es Lima, el pueblo es todo el país, es todo el Perú, y tienen que aprender a respetar la voluntad popular. Aquí, un grupito de miserables que están metidos allí, de ratas, de pericotes. 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初次去检察总长办公室签署一寡文件，真正伊甲国会大斗法，想要改善国会来避免去互弹劾。不过国会是无咧甲休，弹劾案要是持续进行，将基本赞成的有101票，反对的有6票，弃权的有10票，通过弹劾，甲伊罢免。今年60岁律师副总统博鲁阿尔特虽宣誓就职做临时总统，会做到2026年。伊嘛是秘鲁历史上头一个女总统。Este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atendiendo al mandato constitucional, ha tomado una decisión y es mi deber actuar en consecuencia. Convoco por ello a un amplio proceso de diálogo entre todas las fuerzas políticas representadas o no en el Congreso. 这是面临食钱买台卡斯蒂约任内第3届弹劾案，前2届拢因为票数无够，全无代志。过去这几年，秘鲁的政坛一直咧换总统，是真无稳定。2020年捌发生伫5天内，有3个总统上任这种真离经的情形。也那本身是老师，嘛是工会领袖的卡斯蒂约，是一个左翼人士。2021年6月拍赢游戏对手，也就是前总统丁新因查某囝丁新惠子。卡斯蒂约做总统，不过伫短短年外的时间，就去互赶落台啊。公司新闻吴玲编译。来看德国的警方昨掠到25个右派甲前军方共谋的人士，成功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政变哦。因资本拍算要冲入去议会大楼、国会大楼来发动政变。想要发动政变煞无成功的极右派团体德国公民主嫌71岁海恩瑞斯13世 PR， 伫法兰克福互警方逮捕了后，伊伫德国东部的城堡，初一暗去互警方监控。海恩瑞斯13世是捌统治过德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一个王朝的后裔之一。伊被认为是涉嫌以暴力政变推翻民主秩序，而且加做新的领导人。Die heute aufgedeckten mutmaßlichen terroristische Vereinigung ist nach dem Stand der Ermittlungen von gemeinsamen Umsturzfantasien und Verschwörungsideologien gegründet. Erst die weiteren Ermittlungen werden ein klares Bild ergeben, wie weit die Umsturzpläne tatsächlich gediehen waren. Militante Reichsbürger verbindet der Hass auf die Demokratie, auf unseren Staat und auf Menschen, die für unser Gemeinwesen eintreten. 检方表示，这场有计划性犯案的人士是受到德国公民甲抗命者 Q 阴谋论的影响。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动的时阵，这人嘛有去过现场。德国公民的成员无承认现此时的德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其中有部分的人想要回去君主制德意志帝国。有的是纳粹思想，也有人认为德国要伫咧军事的占领之下，因甚至模仿政府组织架构，创设政务委员会，而且有相关的运作，亲像外交甲卫生福利等等。Einzelne Mitglieder d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haben sich nach unserer Erkenntnis auch mit Überlegungen getragen, gewaltsam in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einzudringen. 海恩瑞斯13世，也佫利用王子的身份，甲罗西亚联络。
因的组织把罗西亚看作是建立新特殊核心的联络者，不过并无证据显示罗西亚这边有积极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咯，咱来看最近世界杯卡球赛伫全世界拢正热咯。开3亿5000万起的高雄卡球场，却互发现讲，并无摕到国际卡球总会 FIFA 的认证。有议员就质疑讲，钱到底是开去对咯？高雄市的运动发展局是指出讲，这个卡球场是因为之前的市政团队设计规划有问题，到因的手里才变更设计。只要未来只要甲球场8人赛的标线切掉，就会当来重新申请国际认证咯。天然草皮11人座卡球场工作人员夜水维护场地，但除了这边佫一个人工草皮11人座卡球场，两个加起来合作高雄南仔溪文中卡球场开3.5亿打造，而且起的时阵讲会是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卡球场。随后发现，政府伫去年向教育部申请，甲人工甲天然草皮位置对调，人工草皮场地嘛画做会当互8人比赛的场地，这嘛代表球场已经无符合着 FIFA 国际卡足认证的标准。就觉得如果是一样的规格，但最后只有花这样的钱，好像不符合民众最终的需求。因为阳光的关系，所以呢，会让这个球员在踢球的时候，其实是很难适应的。11人制的草地上面有画了2座8人制的这个足球场。公开国际标准消息，说开同款的预算，嘛互质疑是浪费钱。当初打着 FIFA 的名号，最后却没有得到 FIFA 的认证，导致于开工是国际，完工是闹剧。市府表示，国际标准的球场试运主场馆嘛有，变更是考量场地当初规划问题，佫有要互球场会当符合在地学校甲球队来使用。但主要的症结点伫8人比赛的标线位设，后续若要申请改画调就好，袂介困难。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北门最近一寡饲的蛤蟆熊大量死亡哦，损失真严重。农业局甲北门区公所有水试所嘛去现场了解，来进行采验，要来了解灾害的原因。渔民凊彩为鱼温啊浮起来，拢是死去的粉叶。另外一边，佫当看到死去的粉叶壳已经囤做一粒山，总共有30万斤。渔民怀疑这拢是气候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续航力比贵，我遮差不多伫咧9只，差不多全部拢灭啊啦，10只有啊啦，因为马起来剩1粒2粒尔啦。啊，咱气候异常哦，造成讲咱地气热起来，迄个因为咱即摆属于饲养买鸡啊，所以讲才会造成讲遮大的灾害。完全拢无去啊，为剩几城啊，你俩可能今年下半年都雨质少，下底摆的气体，一个摆的气体可能去跌跌安尼。啥数规个拢死了，剩无偌济，爱考单啊！你若无考单，就是作啊发走咧。损失车20万，一家车20万。渔民认为这是因为今年天气较烧热，雨水嘛较少所造成的灾情。台南市农业局初7嘛甲北门区公所，也佮有农委会、七股水试所等等的单位到场勘查，针对粉叶、水质、土壤来采样，进一步送去化验。当然会去理清，看是可能有疾病的原因，或者是渔民所反映就是气候异常啊。那气候异常就会再进一步去研判是不是符合天然救助的条件啊。农业局表示，粉叶本来就伫旧历的3月、6月甲9月天气变化较大时阵，才会出现病变甲死亡的状况。而且因嘛去勘查七股地区的养殖区，粉叶的收成虽然阁袂歹，无大量死亡的问题，目前也阁要等待化验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抓麻仔的季节哦，可能是因为今年的寒冷较烧热，所以今年麻仔的量是无介济。另外，今年乌鱼子的产量嘛无介理想，所以麻仔甲乌鱼子拢起价。也毋过，彰化渔会等到是甲加工好的麻落价一成，本地要起2成的乌鱼子哦，嘛先起1成，望讲消费者会当加买寡。拍开外包装用微波炉来加热，香港关蒲烧鳗就会使摕出来食，就食搭配着真松软的鱼肉，互消费者是愈食愈煞脆。一日食4遍，啊，不是咩？这怎么讲？不是干那好食，够营养价值很高。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麻仔掠到的量是真无好，高雄无价甲饲料价少对得起，互麻鱼价上嘛对得起价。彰化区渔会表示，2018年因为麻仔真欠。
蒲烧鳗的价格嘛来到每公斤2000块，今年满载的成交量相对较稳，嘛将价格来压到每公斤1600块。销量算百节鱼为第一名，有时候每一年还卖到20-30公吨。不过今年同款受到气候的影响，加上饲乌鱼的成本嘛增加，使得乌鱼子的产量嘛减少4成。渔会表示，今年的价格创下近20年来新高，在挡袂牢的状况之下，决定部分的顶级价格进行微调3%到4%，就是50块到100块。厉害拢真少，咱养殖的部分那个产卵整个捕捞的它的卵不够饱。有的是讲已经出油啊，所以说都不符合我们目前比较好的标准。彰化区渔会表示，虽然乌鱼子的价格有淡薄仔起，不管是相对低点，希望民众会使多多来选买，卖使降低养殖户的压力甲成本。记者彰化采访报道。鰭一般拢是七种色的彩色的哦，也毋过最近伫华人的水尾，有民众就看到白色的鰭。气象局是解释讲，这款白色的鰭其实是叫做雾虹，一般拢是伫高海拔的山区出现，甲天气的变化、甲日头的反射是有关系。咧送报纸花莲的谢女士表示讲，12月7日早起经过随向母号大地时阵，伫地园顶悬发现一撮白色的鰭，就特别用手机甲记录遮尔水的景致。我送报35年了，真的是很少见，而且今天又是24节气的大雪，看到白色彩虹真的很幸运。伫下边的地龙可能还佫毋知家己的头壳顶有遮尔特别的景致，嘛想讲这是起雾尔。毋过根据气象局资料，白色的鰭就是雾鰭，原因是因为空气中的水汽若是比5%-5mm佫较细时阵，光线的雾化效应甲色水看唔调着。产生雾虹的情况，是因为它照射的水分子更小，它可能就是一些雾气啊，或者是云气产生的水珠，然后照射出来的，所以它不会像彩虹这样有7彩的颜色。然后通常反映出来大概就是白色，所以通常也称为白虹。气象局公告讲，雾鰭一般拢会出现伫个悬海拔的山区，和天气的变化还有日头的反射有牵连。一般若是讲早起日头拄要爬上山的时阵，山区若是有卡蒙，就较有机会通看到。记者综合报道。有36档历史的高雄寿山动物园休困500多天来进行翻新哦。动物园按算要伫12月16重新开幕试营运，为着避免人上过济，今仔早起动物园进行联调压力的测试，开放附近幼龄园甲有领养园区动物的民众，大约是400个人来参观。一入来动物园，就看到真古锥的虎蟒，好奇伫咧看玻璃外口的民众。16就要重新开幕的高雄寿山动物园，先做人群压力测试，开放附近幼稚园甲有领养园区动物的民众400个人入场参观。我觉得不错啊，变得耳目一新。整体看到动物的就是生活环境跟相关的设施，就觉得有所改善。园区新引入来的水豚古锥模样，吸引囡仔徛伫围栅边仔欢喜观察。另外，新设的空中步道，探过大部分的园区，互参观的路线嘛变了较丰富。Are you happy? I am happy. 水牛甲迷你马做伙食草，揢条围栅，互牛甲马等动物做伙生活，接近自然的状态。寿山动物园经过518天的改建，希望增加园区动物的福利。我们的黑猩猩原本我们是必须要透过大铁笼，游客的视线难免会被铁笼所切割。那我们这次的话，未来我们就设计一个，就是让黑猩猩可以自由的活动的开场空间。搬到寿山已经有36天的动物园，人仔顶设备拢渐渐变旧，改建了配合寿山自然的地理环境，营造新的展示空间。嘛，互民众思考人甲动物看甲互看之间的关系，互游客甲动物会使友善共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东县的医疗资源真欠缺，尤其是专科医生是真少哦。伫台东一个医师就要照顾740个民众，是台北3倍外，尤其是眼科的资源上欠缺。保利台东病院伫企业关注来成立眼科中心望讲互病人会当早期诊断、量早治疗。
这个72岁阿嬷40多年前车祸了后，目睭煞脱窗。不过迄个时阵，台东眼科医师少，器材嘛无够，阿嬷唔敢就医。虽然将近10年来，台东的医疗有进步，不过阿嬷也是唔敢去治疗。脱窗的角度已经超过100度以上。5年前去台北就医开刀复健，视力才恢复正常。即马卫福部台东病院成立视灵复健加视灵特殊中心，阿嬷真欢喜的讲，后届台东的民众都唔免搁去外县市治疗眼科的特殊疾病。真的很高兴啦，大家能够受益啦，而且小朋友像我们台东的，这个路途都很遥远。国立台东病院成立的视灵特殊中心是为了诊断特殊的眼科疾病，一间企业响应病院需求，特别捐300万，汰换病院10年前的老旧眼科设备，会当更加正确诊断白内障甲青光眼，也当进行远距离医疗。这原来是全国头一套行动眼科诊疗器材，会当巡回华东地区的庄脚所在，为老大人来诊断眼科疾病。因为台东县的眼科复健辅具欠缺，也当透过这个补充，让眼科病患为治疗到复健这个拢满足。这边的老人特别多，占1半以上。那所以最常见的眼疾有白内障，而且来势汹汹都很严重，都放很久，因为他们出不去，然后医生也走不进来，所以他们白内障就是放到几乎都快看不到了。谢正如医师讲，华东两县人口渐渐老化，不过目睭因为疾病发生病变的人数也个偌济，并不清楚。未来伊会巡回华东两县，服务无法度行出外乡治疗的老人甲囡仔，也要深入调查庄脚所在民众发生目睭疾病的相关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真凉冷哦，后礼拜会有日当头一波的冷空气。气象专家是指出讲，到时阵全台湾哦，拢可能只剩13度到15度，而且冷气团哦一波一波会愈来愈明显。天气乌乌暗暗，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一直拢是落雨天。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这礼拜气温会亲像落雨推，后礼拜3是今年冬天第一波降温，气温会来到14度左右。预计呢，下礼拜3、4开始，可能会连续大概有4、5到5天，有一波新的冷空气从北边直接往南冲，所以台湾呢有机会到达冷气团的标准。那冷气团呢，我们预期它的温度在台北部的区域可能会落到13到15度。我们过去这几天其实大概呢已经降到14到16度左右，所以它预期还会比现在大概降2度到3度左右。专家讲，今年冬天虽然晚到，不过冷气团会一直来，气温明显下降，袂亲像英国迄款暖冬的状况。寒天一个来，民众嘛会想要食补，对着这波降温的趋势，中医师提醒，有慢性病甲心血管问题的人食补会使，但是爱配合一寡凉性的菜色，以免补过头。麻辣锅啦、麻油鸡啊，可能它这里面有些药材会放进去，黄芪呀，然后有一些桂枝啊，然后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有慢性的人呢，我们还是建议说，可能要是什么，不要太温补哈，轻补就好了。吃了以后可以呢补肾，然后呢可以这个就是驱寒啊，这个部分哈，用一点姜啊、葱啊这样子来。不要太过于这个，就是太补。医师表示，除了食补以外，有运动习惯的人嘛会记得，等日头出来，寒气过，较烧热的时阵，较出门，互血管收缩卖遐激烈，才袂造成中风，也是心脏无力的意外。记者麦上用陈保罗台北报道。贷款有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有愈来愈多业者对基一体系学生啊是真肯定哦。统计嘛显示讲，一般大学毕业生甲科技大学毕业生起薪哦嘛差无偌济。然后就是从前面啊，就是发髻一偏，然后就是按一下。替人客做偷配掠零，高职3年的李东岳，为1年就透过建构合作到美发公司上班，到他已经有丙级证照。另一个陈东岳也是伫高职阶段就伫餐饮业食头路。因讲基职教育，互因有法度毕业都是有工课。刚升高中就去接触到一些社会的那些人事物，然后你自己也会比较有经验。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但是后来进入职场之后，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也蛮喜欢，越来越上手之后就蛮有兴趣的。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这2年因为少子化等原因，资讯科技、餐饮、
团扇制造业等等产业拢欠工，业界希望新劳资上岗就随有生产能力，这就是技职学生的优势。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大概会落在2%左右。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要来到5%。人力银行表示，台湾传统社会观念较以囡仔行高中、大学的路，这是因为过去认为技职教育的薪水会较差。不过根据即摆的统计，业界关于和申请员工的过方，一般大学甲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拢是3万桶，敢若差100多块。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来看一张少年人创的异地同行的频道哦，应用台语来分享科学的知识。这个团队内底有一个医师，伊有出版一本医用台语的册，毛伫面册来分享母语医学，用台语甲客语，互大家来理解医学的知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秀杰，今日要介绍有机欧润架构。这支影片免15分钟，我若讲袂清，倒伫投稿里种。趣味的开场要向大家小解青分的科学概念。蔡小杰是屏东囡仔，当咧读阳明交通大学1年啊，参无共县市、无共学校的朋友，组成语理同行团队，互大家看到台语毋是录讲的语言。我有捌讲台语啊，去互老师当作较戆来对待啦。我嘛有捌伫个早顿店哦，咧点物件的时阵啊，咧点完可能当作我毋捌字，佮专工甲菜名豆豆念我才讲。这叫玉米蛋饼。故里同行嘛，访谈国际上和语言文化相关的组织，参考因的经验。即阵因推出台语线顶绘本，之前嘛捌办过共学活动，继续用无共款的方法推广台语。医生，这是啥物？吼，咱会红吼，会上哦，吼，这照我看吼，这大名是这辣牙在选招啦，毋是真正的辣牙哦。用全台语看诊拢袂起，连专有名词嘛会当用传统台语本地独有的比喻来解说。医生朱子宏大学时期就捌和同学合编医用台语教学的册，即马搁伫并且创立母语的医学培养专业，要甲大家讲母语嘛会当讨论专业。恁讲无字，我即摆写互你看。哦，你讲袂用的讨论着即摆诶现代化的名词，就少来搭合嘿。朱子宏表示，其实过去有袂少用台语、客语写的医学文献会当参考，上重要的是爱加用母语讨论专业，才会当互母语现代化。记者林书谢桂林综合报道。来看世界羽球联盟举办的年尾总决赛刚开始拍，咱国的球星戴资颖伫小组赛头一战是对战中国的选手何冰娇，刷输去，赛来比赛就拢爱赢，才有机会晋级。另外，台湾一哥周天成嘛是输予新加坡的选手。2022 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咱国出球的选手戴资颖，黄昏伫女子单打 B 组小组赛头一战对中国的选手何冰娇。戴资颖头一球捌领先，不过去互对手约到18分平手了后，这球无通反击，了后何冰娇摕到球点机会，两个人来回几啊球了后，戴资颖两届想要伫个网仔头前放小球，不过力头准则了无好势，落尾手挂网，以19-21头一局输去。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敢若有9位分数积分前8名的选手才会当参加。今年原底要伫个中国广州举办，不过因为当地防疫政策，临时改伫个泰国办国举行。第二局戴资颖捌输人9分，不过伊并无放弃，一路约到18分平手，尾也连续2球出界，互何冰娇以21分比19分赢去。戴资颖去互对手连赢2场，接落来伊阁爱甲当地泰国的选手伊瑟农甲布沙南对战，不过油门都拢催落，拍赢才有机会晋级。迄若台湾的选手周天成，同款黄昏伫 B 组，头一场对战新加坡的选手陆建佑，双方世界排名是伫第4甲第3。头一局陆建佑是直直用杀球来摕分，互周天成是伫被动的局面。就算伊拍拼足分数，尾后也是以15分比21分，去互对手摕到头一局的胜利。第二局陆建佑也是维持强攻的拍法，周天成拼死一直约分数，不过尾手也是去互对手，即个网仔前向甲球压落来，摕到赛末点。落尾手周天成去互对手连赢2场，也若刷落来要对战印尼的选手金城甲克里斯蒂。公司新闻陈伟仁、蒋建功编译。来看，因为登去未来这出电影请开的查甫明星米高福克斯，伊伫29岁时就得到帕金森氏症，伊勇敢面对，嘛成立基金会来协助疾病研究，望讲会当帮助愈侪人。
最近嘛得到领导精神奖的肯定。It is truly an honor to present the 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 to my friend Michael J. Fox. 得到帕金森氏症超过20年的米高福克斯，在所有来宾站起来拍鼓的声中，行去台顶。虽然脚步无啥在，依然甲好朋友热情的相揽。Because my optimism is fueled by my gratitude, and with gratitude, optimism is sustainable. I can't believe I've been standing here for this long. It's a miracle. Now, I definitely can't walk and carry this thing, so I ask Tracy to once again carry the weight. 甲米高福克斯结婚34年的开手，崔西普伦也甲伊染条条。甲米高福克斯伫咧电视剧结缘，才结婚2年，米高福克斯就被诊断得到帕金森氏症。崔西一直守伫咧身躯边陪伴照顾，而且伊的病情是愈来愈严重。米高福克斯的登到未来是好莱坞辨识度上悬的时光旅行电影，经典的剧情让米高福克斯来到演艺高峰期。不过，伫咧29岁时阵，被宣布得到无法度治疗的帕金森氏症，人生变黑白。I was 29 when I found out I had Parkinson's disease. I soon learned that each patient has their own version of Parkinson's, their own story to tell. 对人生胜利做正称的演员，变做治未好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米高福克斯经过7年才有法度面对家己的命运。伫8年了，伊决定要公开病情。来自演艺圈甲亲友的温情鼓励，让伊决定要成立帕金森氏症研究基金会，用家己的影响力，希望会当为这种病带来治疗的希望。A physician, an astronaut. These are people with Parkinson's. 米高福克斯基金会成立22年，募款金额到大票465亿，一直伫咧资助早期疗法计划，也个赞助相关的临床试验，为帕金森氏症疾病研究建立规模完整的生物样本资料库。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瑞典有一间新创公司哦，因发展出一款新的产销方式，甲农场就设伫大卖场内底，伫卖场内底来种菜色哦，慢慢的就当伫卖场卖，先一抓货运，毋若减少团的摆放，菜嘛真新鲜。这200公尺宽的温室，也佫有咧成长的菜色。员工将不宜菜色搬到在市区，这个垂直农场。伊的地点真特别，就伫咧瑞典斯德哥尔摩一间超市内底。超市市场的菜色就是家己种的，为不计到背后一手包办。产地就是卖场，省去运输的时间。每一项菜色收成的时阵，就用直接放伫机仔内卖。We're not farmers, we're an ag-tech company. So we have developed a solution for producing food in a hyper-local sense in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and grocery stores. And we are doing it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ones because we also produce the food all the way from a seed to a fully grown plant inside the supermarket itself. 作为几名瑞典历史成立3年外，以推地农场结合卖场的概念，陆续甲瑞典各地北京超级市场合作，用水性法将不宜菜色种伫农田岩面顶悬，灌溉水加入作物培养液，菜色放伫架仔，白占土地，免用农药肥料，伫温湿度受控制环境之下，确保菜色采收量免烦恼天气无正常、无收成。It's a safety for us to have it. You know, we know exactly how much we can produce every day. There's no ups and downs. There's no little to no, impac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n our production. 这科技农法合作部为不计到采收只需要4礼拜到5礼拜时间，平均1礼拜收成3摆。收的同时，就用装入地啊，行几步路就送去卖场内卖。一包菜色平均是新台币56块，比传统种的生菜沙拉只加出11块，改变过去推出农场，最近菜色珍贵的印象。And this one was pretty cheap, since all prices are really high right now. So that was my choice. 这种精准掌握正时甲产销数字，改变过去看天吃饭的良性方式，也开新的销售通路。因大胆有言，这不只是日后的农牛产销模式，甚至会加速未来针对伊是其他星球的粮食产值方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